抱錯 BB 咧，肯定你哋喺電視劇咧都睇過㗎啦。但係生錯 BB 咧，竟然喺澳洲發生喎，好多夫妻咧擔心同樣事情咧會喺佢哋身上發生。今日咪咪老師咧就同你講，你同我定啦。咪咪老師嘅澳洲母嬰有問必答。大家好，澳洲生錯 BB 呢件事咧，當時非常轟動㗎。其實咧，當時嗰個胚胎咧係需要由一個地方運去第二個地方，經過調查之後咧，係發現咧可能係運輸方面出咗問題。技術上咧，大家唔需要擔心。點解我話唔使擔心咧？就係不嬲，我哋喺澳洲咧係有一個追蹤嘅技術叫做 RI Witness。呢個 RI Witness 嘅系統咧係會對每一對夫妻打一個獨特嘅 tag 嘅。喺配對精子同卵子呢個過程中，如果有其他嘅樣本出現咧，呢個警報咧就會拉響啦。所以咪咪老師咧就提醒大家啦，挑選 IVF 機構嘅時候咧，揾一啲資質好、技術齊全嘅，就唔使將啲精子卵子運嚟運去，咁咪唔會搞錯咯。今日咧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，多謝大家。